宜湾周一期面对山区农产品进出容易可想，成为农民心贴的农路建设来向市府签名。因为农路对109年申报到达，宜湾有191件破损需要整修，水局的要求今年嘛要持续投入经费。等于提出要运用今年度统筹分配税款时，市长却以重大建设的自备款拢无够，甚至怪罪立法院在违法的公式无公平来回应，才引发伊不满，质疑根本是政治操作。我们统筹分配款明年增加的这163亿，我希望在我们这些主要的农路的预算，或者是就是这些水路的预算，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？议员，我跟您说，就讲这个东西要讲实在，我们也不跟你打高空啦。这个部分增加163亿，我们光是要准备重大建设的这个自备款都不够了。中央也已经清楚的跟我们讲说，我们的那个地方的这个中央的计划补助，包括捷运，包括地下化、重大建设的中央补助款比率都减少，所以我们光是补这个差额都不够了。所以说明年要增加，即便要增加，补差额绝对不会不够。像今年你说他们删了一般统筹、一般补助款嘛，但是我们增加是多少？163亿，被删了51亿，那我们是不是还多了100亿？光是那你说中央这些补助款会减少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说辞啦。另外，议员嘛针对做阵的邦寮桥甲牛食水桥，因为被风台大水引起，对去年1.7亿的改建经费，到今年工程费一直起，已经增加到2亿4000多万。毛议员呼吁市府爱赶紧施做，除了减少经费的支出，重点是方便庄内民众处理安全。台南新闻，阮吉林英光采访报道。